家长，还有北港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，还有我们幼儿园的爸爸妈妈，还有小朋友，来共同筹办这一次的会议。我们从英文老师的英语教学，圣诞节的应景歌曲的教学，还有我们小朋友的庆祝圣诞节的舞蹈表演，另外外加大哥哥大姐姐的圣诞节戏剧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筹备的活动非常的丰富。今天是圣诞节，然后我们是配合我们北港高中应用英语课2年级的学生，有一门课程是那个英语戏剧表演。那我们想说，跟我们杰出校友李义全老师合作，带到台中戏剧的演出活动。那顺便呢，给我们的国小的小朋友也有机会接触一下外国的文化跟这个英文。然后等一下我们除了有戏剧的演出之外，还有奖征答，然后还会有一个闯关的游戏。那希望就是今天的活动可以寓教于乐，然后我们今天有准备7个关卡，然后每一队会有4个关卡可以选择，就是每一队会有排到4个关卡，然后我们就是借由游戏的方式去让学生就是学习